中华职棒的名车赛是连续2天伫台北大巨蛋来举办，4万的座位是坐甲甜甜，隆重是有8万人来看，创高一日票房上界好的纪录。若今年呢，这名车赛也是林志胜上尾一届来参加，由朱玉贤来讲出胜利的风不浪，连续2场这team台湾拢拍赢。 乐队的啦啦队连续2天合体表演开场舞，互气氛正闹热。2025中华职棒明星赛并在拜六礼拜伫台北大巨蛋进行，国军挺开大北的国旗，带头唱国歌，见证连续2天满场4万人，创中华职棒单场加明星赛史上上悬票房的纪录。 第6局1半局，大师兄林志胜打球，现场是放韩国的团体 Super Junior 的经典歌曲《Sorry Sorry》。林志胜也球棒扛的第跳舞，敢若是等到2009年明星赛。今年球季结束了，就要退休的林志胜甲吴金良，拢被选入去明星赛 team 台湾。吴金良第1局就安打。 林志胜是个人第19遍参加明星赛，22场比赛创纪录，一个先发手游击。虽然无安打，也过一直有正精彩手臂表现。第8局顶半局，伫咧满场观众的歌声中退场。8六项的比赛，team 台湾8落后4分，也过第7局顶半局一边就入6分，上尾7比5逆转赢。因那礼拜是投手战，2队9局拍煞，依然是0比0平手。 联盟宣布，美国职棒大联盟派2位球员分别共3球来比输赢，敢若是红让大赛。结果 team 台湾朱玉贤共出2支，连续2天赢球。伫比赛进行的红让大赛也真精彩，中信兄弟詹崇勋伫决赛共14支，赢队友王正顺的11支。 摕到红让大赛冠军，也是兄弟队队数第4人。另外，王建民甲郭宏伫2位团结的球星，也被合体进行红让公益挑战赛。郭宏伫摕到台北粉灰的球星林亚所讲出的红让，是今年明星赛经典的时刻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